大家好，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顶礼拜，咱有讨论到高雄台南地区人口老化产少子化问题。虽然全台湾为2020年开始头摆出现人口负成长，但是真侪县市已经发生真久啊。亲像台湾尾的屏东，也已经连续19冬人口负成长。因为经济、生活压力等等原因，愈来愈侪人无想要生囡仔。虽然有奖励生囝的补助，不过效果并无明显。咱就会来看记者的专题报道。进来喽！要满来啊！潘小姐手抱的是伊要满月的查某囝，实在真高水。伊今年26，这是伊头一胎。最主要是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啊，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到哪里。你可能如果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就当然没办法生小孩。要生无，敢要生第二胎？伊讲出少年人上烦恼的就是经济，无怪即马台湾囡仔哪生哪少。屏东市这间妇产科病院开业超过20冬，以前来这看，规间满满拢红婴仔，即马红婴仔一年比一年搁较少。较早好的时拢250个到300个一个月，即马逐个拢无甲100，所以其实像来6足济人。对数字来看，屏东人口伫1997上济，有513000外人。不过2002年开始，人口就一直减，到2019年年底，剩819000人。对高峰到今，拢总减买10万人，而且是连续19年负成长。其实，规个屏东33个乡镇有32个拢有生育补助，其中李港会使讲是全国上好。今年已经发出2笔第5梯15万的补助，不过人口嘛是逐年在减。虽然人口数无讲达到一定预期的效果啦，但是阮嘛是想讲吼。咱既然有这个财政，阮嘛是一定把这个社会福利，有觉得这个生育补助这方面，继续甲延长，就是先甲做更较好。对啊，他的贴纸是会排队的。李港乡因为有刷少回馈金，对10冬前就推出生育补助，即马生第1个到第5个拢有补助，不过也是无效。我想，一个孩子的培育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一次生育津贴就能够解决他的教养的问题，尤其是照顾的成本也非常的高。那你说像读幼儿园，那像他一路栽培他的时候所要经历的花费，囡仔生了少，少年的拢出外打拼，剩老大人伫厝内，6都以外的县市其实拢有同款的危机。不止屏东和南部，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行业。它其实就在北部才有机会，产业的失衡，包括区域的一个不平均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促成这种就是高龄少子化的一个在屏东县加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吴丽说讲，县府这几冬设农业大学、青年学院等等，拢是想要甲少年人留落来，对老大人的照顾嘛做真济。若无人口继续老化消失，对整个产业冲击会哪来哪大。记者陈家文为做屏东报道。屏东的人口流失严重，囡仔少也来影响到学校的招生。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有94间学生人数无100人。去年有6间国校啊加分校停办，除了学校，地方也出现停办合并的状况。亲像兴乐里，今年7月就参附近2个里合并，其他所在甚至有4、5个里合并。偏向若继续无人废校，甚至废里废村，都有可能会发生。下课时间，空旷校园甲运动场，敢若2、3个、3、4个囡仔做伙咧耍。高雄泰山国小全校79个学生，其实有13人是去年对附近的南华国小转来的，因为因原本的学校已经停办。109年就剩5300几个嘛，减少差不多365个嘛。
就减少有18班啦。对103年到113年，差10年的时间，咱就会减少2000块。因为少子化冲击，去年伫屏东，包括南华国小在内，有6间国小分校停办。今年当咧评估另外2间国小，囡仔愈来愈少。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有94间学生人数较无100人。囡仔若伤少，迄阵吼，对这款学习是足不利的啦。咱为着要互囡仔更加较好的教育有无？迄囡仔你若介一个伴，介一个朋友有无？介一个学习的迄个做伙当分组啊，迄是种足快乐的代志。毋那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嘛愈来愈侪厝无人住。这边吗？就是这边。艾妈妈她也是走了嘛，然后她儿子也在逃离，这都变成冲突了。这是屏东市兴乐里。附近有2间百货公司，是屏东市闹热的2林区。不过，行入巷仔内，煞真侪空厝，亲像里内的平鲁新村，原底有50户，即马敢若剩4户，嘛拢是老人。遮的林长已经90岁。迄工邱老师讲伊伤老啊，无法度做林长啊。我讲邱老师啊，你上有气的，你做林长无？知要做？对啊。吴专家讲，伊做里长26冬，里内人口对1600人降到剩800人。厝吼愈来愈老化，啊，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住，吼，啊，种剩这老的住伫这阮里内，吼，啊，所以人口数来讲呢，阮就愈来愈少，啊，你就感觉讲，这个所在吼，变成讲无一寡迄个新生儿入来。今年7月，兴乐里甲附近2个里要合并，规个屏东市原本79个里要减到59里。屏东人口若是降到80万以下，煞得来人议员人数嘛会减。蛮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原来的席次是那么多，然后突然要调10几席。如果说依照选委会他们的估算估算可能要调10席以上，那相对的以后的选举，地方的选举就非常的激烈。各地偏乡人口消失的问题有偌严重，大都市的人真恶想象。废校甚至是废里、废村，拢有可能会发生。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虽然屏东人口逐年减少，但是也有乡镇因为交通利便，加上有大型的公共建设，户口数量颠倒增加。以小林兵出名的潮州，因为交通有优势，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发展，也是为外县市搬来住。这2-3冬，厝愈起愈多，也有不少观光客带动潮州的发展。欢迎。潮州市区这间民宿看起来真舒适，阁有专门予爸母带囡仔来住的亲子房。头家就是这对翁仔某，4年前翁婿辞掉南科的头路，才带牵手回来故乡创业。以前旅客来潮州只是食一碗小冷面就离开啊。我希望讲伫潮州做一个较温馨的民宿，会使互旅客住一暝啊。张淑如是高雄人，伊对翁婿经营民宿，嘛看到这几冬潮州的发展，无共款。例如说，介侪连锁进驻，介侪年轻人返乡创业。回来故乡潮州定居的，阁有伊。杨淑玲本地嫁去中部，伊伫7年前回来接手老爸的餐厅，后来因翁嘛做伙搬回来潮州住。我嘛有学姐回来伫小冷边遐，也咧卖鸭翅。嘛有同学自己开了一个泡芙手工的，很多的朋友在这2-3年真的回来的很多。哪来哪侪北漂的亲人回来。所以即马伫潮州透天厝一间一间起，阁有袂少公共建设，观光旅客嘛变多。虽然屏东各乡镇人口一直落，潮州的户数煞增加，去年出生的红婴仔嘛较侪，潮州拢维持伫54000人。外来的人拄好补，才会往生的前辈啦。伊就表示讲，
每一年拢有200几个迁入来潮州。有可能少年家囡仔伊临时要来高雄创业的时阵，伊伫遐买厝买袂起，有可能你来选择潮州。你有8巴方便，半点钟、40分钟就当到。你有火车方便，你食头路拢无问题吼。王建元认为，潮州厝价虽然有起，也是比高雄市、屏东市俗。上重要的是交通利便，民间愿意投资，自然吸引少年人来定居。所以，即马县府争取高铁延伸，嘛是希望交通利便会当抢救屏东人口的问题。期待中央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好，或者是怎么让大家能够就是安家立业的政策也好，我想这个都是可以中央如果能够让全国一致，不会因为是偏乡的关系，那我们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少。对咱南部来讲吼，其实上根本的问题吼，主要是咱的工课机会吼，甲规个产业的转型吼。其实这个部分吼，莫阁重北轻南吼，那这个部分政府爱用上骨力的做法，规个来做一个调整。少子化趋势之下，地方拢咧拼抢人。学者建议中央爱用行政院的管道，成立专门办公室，整合各部会，解决台湾目前的人口危机。记者邓亚文为做，屏东报道。少年的对这生育的奖励金啊，讲起来非常无满意的程度是比年纪较大的人较强烈。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这2礼拜，咱拢来关心南台湾人口老化问题。这一集，咱看到屏东的人口数直减。少子化问题伫台湾嘛，哪来哪受到关注。出世的人口略背着往生的，有人讲这是生不如死。今仔日代志话大条专工来到屏东市的兴乐里，头拄则咱伫影片有出现的，已经做里长26档的吴全雅，要继续来甲咱分享伊所看到的少子化问题。里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公司台语台，大家观众大家好。是，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里长吼，继续来节目当中甲咱讨论哦。你做里长服务这么长的时间，伫兴乐里有看到什么款的变化？但是头先咱先请里长来甲咱小解讲，咱兴乐里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阮兴乐里伫屏东市内底，伊算是讲吼，是一个介繁华的所在。所以，阮里内有2间百货公司，阮遮嘛有一个下校，迄个屏东女中。有屏东公园，所以上重要，阮公园内底有一个阮屏东市的3级的古迹，古迹啦，就说迄个朝阳城，这是1836年，这个阿高社，离阮遮，来建设这个部落。然后所以到即马变做屏东市，是算是生活机能真好的对，因为阮头只车驶来时阵，我就看到百货公司啊，所以算伫咱兴乐里内就对啊。对。所以像你做里长已经26档的时间是遮尔长哦，是啥物原因，互你愿意一直守伫遮？因为这是我的故乡，所以我离台北读册了倒来，我家己做生意，阮遮的迄个里面就讲，少年的你有要来对这个地方服务无？我讲好啊，安尼我有迄个能力会当服务。结果大家看中，结果我就是一直做了，一直做啊。结果看时间，哇，26档啊，对。囡仔拢大汉啊。对。所以像遮尔长的时间内啊，你敢有看到讲伫咱即个兴乐里内底一寡人口的变化？我伫83年开始做里长的时阵，阮兴乐里拢总1600几个居民啦经过即个时间，因为少子化啦，搁即马阮里内有一寡迄个政府的建设，这拢叫做爱请迄个政府要甲整理，叫做有国语来讲叫做腾空标售，所以阮遮里民呢，拢算做讲整理了，大概就讲离开阮遮个里，所以阮遮个里的变化就对1600几个人，到目前即马剩834个人，落尾一半。对，落尾一半。所以除了人口数落一半以外，人口的结构敢有变化？若变化佫大，因为古早
厝边隔壁吼，囡仔多吼，拢小朋友，即摆看到的拢老人，我甲统计吼，阮65岁以上的迄个长辈吼，拢总有190人，所以算起来吼，占阮理想吼22%。吼，咱联合国来讲的即个高龄社会啦吼，就是占14%，啊，我这能占22%，所以来讲，阮这拢算老，拢超过啊，阮这算超高龄的迄个社区啊。所以，敢有去研究，也是发现讲，咱这少年人拢走去倒啊？哦，这讲起来，这个话头长啦，因为吼，这少子化伊的变化吼，就是有可能就是经济的问题啦。无法度漏掉的，所以理长你家己本身嘛是伫中山大学读研究所咧研究咱这个人口政策，嘛有针对咱屏东县、屏东这大地区人口的变化来做研究。对。有发现什么款的现象？阮老师又叫我对迄个声音吼去研究，啊，就发觉讲吼，足侪问题吼，啊，叫我甲文献回顾了，啊，经过即个网络的迄个问卷去调查，那调查出来的结果呢，吼，以屏东县来讲，70%的人认为讲，即个少子化伫屏东县上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压力。有的人可能会思考讲，我即马一份薪水，我家己用算会拄啊好啊。我若阁加一个囡仔出来，即个开销，我可能会足辛苦的，所以规气都先甲生囡仔囥一边就对啊。安尼来讲的话，咱政府若加一寡生育的津贴，也是补助，敢有效咧？对，伫我的迄个研究吼，伊的问卷内底吼，少年的对这生育的迄个奖励金啊吼，讲起来非常无满意的程度是比年纪较大的人吼，较强烈。这个钱吼根本都无法度，互伊会当安心吼来生囝啦吼。啊，所以讲即个配套吼一定爱搁爱做足多，就是讲阮的研究内底，伊结婚过吼，结婚前甲结婚后的因遮的受访者吼，因拢认为讲，即个劳动部的即个法规吼。这劳基法的法规，这两性平等法，这一定拢爱落实啦。啊，但是你若是这个结婚过的吼，因就感觉讲，这个算做讲保姆制度吼，甲一寡这迄个幼儿园这吼，这一定爱政府吼，爱有相当的互伊补助吼，互伊会当做讲伫这个职场甲育儿吼，这方面伊会当安心。你会当安心吼，安就敢去生囡仔。吼，安尼，才会当去照顾，会当互即个总生育率会当提高。是，所以咱生育补助这边，咱搁来加强以外，可能短时间内咱嘛无法度真有感受，讲人口就是有足侪囡仔出来啊。所以像咱面对着咱的人口结构，可能就是咱的时代为主的时阵，咱针对咱的乡镇着存在的时代，咱要安怎甲照顾，还是要安怎有啥物款的政策会较好咧？所以即摆吼。阮老师迄讲伫咧讨论着讲，离雷根时代就是甲大政府改做小政府，吼但是即摆的公共政策来讲吼，有一个改新的名词，就是叫做公的甲私的合力，叫做公私协力，这就是讲叫做像讲非营利组织啊，这个 NPO，这甲政府做伙来合作，来。像讲叫做地方创生啦，好，也是讲，即个生育的津贴补助，这私人嘛是会当有会当出一个力嘛。你像讲，高科技的遮个大公司，像讲电子公司，因拢会讲，你生囡仔，我有啥物福利？政府的福利互你，我搁另外福利互你。嘛，鼓励咱的即寡大公司来提供一寡。所以这就是叫做公私协力。所以伫阮的问卷的调查内底有发觉讲，要安怎提高即个算个讲伊的薪水呢？就是讲希望讲政府呢爱去即个啥引进这迄个大资本的，薪水高的这个迄个科技也好，也是讲。伊会当创造你薪水悬的这个企业来屏东设厂。劳动部吼，2018年吼有统计啦，讲屏东县吼大专生以上毕业的吼，32%留在屏东，68%是伫外县市咧上班。所以讲，伊若伫外县市咧上班，伊感觉讲，伫遐袂歹，
啊，你要安怎？伊就是离开啊嘛，伊就是移民啊，无可能啊。哦，啊你变做讲你离屏东县来讲，你这少年会无离这的时阵，你当然你就会产生就是讲你的高龄化愈来愈严重，因为少年会走了了。啊，所以你当时爱甲这大资本的公司，你爱鼓励伊来屏东投资。但是咧投资有一个注意，就是讲，咱提供伊介俗的土地，介低税金，但是爱甲伊签，你袂当有迄个区域性的低薪的歧视。讲你屏东生活水准较低，咱别人台北台中拍5万，你才拍3万就好。是。安尼你也少年的，伊嘛是无爱当家。嘛是留袂掉。伊嘛是甘愿去台中。是。迄个领5万的，无爱来你遮领3万。是啊。所以这就是讲政府就是讲要有一套啦。嘛是希望讲你甲这大企业，互伊来遮设厂，阮遮有能力的少年的，会当留在屏东，安居乐业。是，像人少嘛有一寡乡镇面对着灭庄灭村这种的危机嘛。对对。所以像像新乐里7月的时阵嘛是有甲2个里合并。对对对。所以像那一直安尼合并落去，敢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伊就是变成讲，住伫遮人拢是愈来愈老，少年的拢去郊区。所以你离市内的人，你就是一定是愈来愈少。嘿所以当年往就少到尾你就是爱合并。你合并了，佮过一阵仔，你若无佮新的政策落，台湾可是伊就愈来愈少，到尾佮合并。所以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变成讲，你要甲这旧的迄个什么货啊，厝你要加用围老都根，大家做伙算做讲几间啊，就甲围老都根有一个奖励，爱当甲厝翻新。你若翻新，这少年仔伊就来住。厝时，大家都佮转来。对对，像我这厝安尼旧阮囡仔嘛无啥爱来住，对不对？就是安尼，伊嘛希望讲要住较新的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围老都根，会当甲这个所在的气象会当来翻新，翻新自然就新的人口入来。像即几冬咱屏东嘛有去办一寡大型的活动，像灯会，也是讲有的乡镇是咧开发观光，这种的活动对地方发展来讲，敢有帮助啊？所以讲政府伊即马咧做的，就是讲第一在地创生啊，第二就是讲做观光，像讲阮前县长苏家全伊的县长，伊有咧做即个海尾渔季，所以即马一做咧，东港规个海产，海产店伊就拢起来，对这经济当然是有帮助啦。但是每一个所在有伊的特色，但是即个算做讲外县市来观光的人，伊敢有法度去接受。这嘛是一个重点。阮最主要是依照小组化的研究来讲，阮是爱甲少年的，安怎互伊会当屏东县，来生活，来繁衍讲这个子孙啊，所以讲，这个少年来讲，伊学着一寡功夫，伊嘛是希望讲要互着这个屏东县来发挥。你无这个所在，互伊发力，当然就伊就走去别位啊。今仔日嘛非常感谢咱这个龚专雅里长来甲咱分享到伊做里长26冬以来坚持，也佫有所看到变化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妈咪，你讲了足道理，咱应该看起去。是囡仔因家己的这个故事，就应该是囡仔家己来讲。愈来愈侪人有完整的台语文的能力，会当来源头传承咱的母语，这是一件最好的代志。